大家好，我係唐碧霞師傅，接住落嚟啦，就準備同大家分享我哋2026年12生肖嘅運程。屬馬嘅朋友啦，嚟到馬年啦，咁你就犯太歲嘅生肖嚟嘅。正所謂啦，太歲當頭坐，無喜恐有禍啊！咁所以喺犯太歲嘅年份咧，最好咧就可以做一啲喜事沖喜啊。例如咧就係結婚啦、添丁啦、買樓啦、創業啦，呢一啲咧通通都可以提升到你嘅運勢嘅。再加埋啦，因為2026年咧你就犯咗雙重嘅犯太歲啊，包括啦就係個直太歲啦，同埋個刑太歲啊。刑太歲咁就代表住新一年啊，好容易自尋煩惱啊，有一個五字形嘅問題啊，咁所以凡事咧亦都要放寬心啊。不過亦都唔需要太擔心嘅，因為今年咧吉星亦都比較多啊。首先啊，咁我哋今年就見到有將星吉星啦，將星吉星啦，亦都係代表住大將之財揾到錢嘅意思啊。咁所以新一年嚟講咧，你嘅工作表現嚟講咧，亦都相當地唔錯啊。再加埋啦，今年亦都見到歲駕吉星，歲駕吉星啦，咁就代表住皇帝出巡嘅意思啊，亦都寓意住工作發展咧，亦都非常地順利啊。不過空星方面啦，咁就見到有羊刃啦，同埋伏屍啦，同埋個劍鋒空星啊。咁呢一啲空星咧，亦都容易影響到你嘅家宅運啊。咁所以咧喺度亦都建議啦，屬馬嘅朋友可以喺農曆嘅5月啦，同埋農曆嘅11月咧，主動捐血或者洗牙，咁就自然可以化解到一啲嘅血光之災，咁就自然萬事大吉啦。屬牛嘅朋友啦，嚟到馬年啦，咁你今年啦就係個害太歲嘅生肖嚟嘅。害太歲亦都代表住啦，好容易俾小人陷害啊，人際關係麻麻地啊。不過亦都唔需要太過擔心嘅，因為今年咧有3大吉星高照啊，分別咧就係紫微同埋龍德啦，甚至咧就係見到國印吉星啊。國印吉星咁就代表住啦，大權在握，好似古時候嘅帥印啊，特別有利一啲咧從事大機構啦，或者咧係做一啲叫做高層職位嘅朋友啊，因為今年咧好容易咧就會再度升職加薪嘅。另外啦，亦都見到有紫微同埋龍德呢2粒強而有力嘅吉星啊，見到呢2粒吉星咧，亦都代表住啦新一年無論係事業運抑或係財運咧，亦都係個步步高升嘅意思啊。咁所以新一年嚟講咧，真係一個好好把握嘅一年啦。空星方面啊，咁就見到有暴敗同埋天厄空星啦。暴敗空星咁就代表住啦財運上落比較大啊。咁所以屬牛嘅朋友喺一啲嘅投資理財方面咧，咁就真係要小心啲啊，千祈唔好太過貪心啊。天厄空星就係一粒咧不利出門嘅星嚟嘅。咁喺度亦都建議啦，屬牛嘅朋友啦，假設你真係中意去下旅行啊，或者需要出差嘅話咧，記得要買定一份旅遊保險啊，可以將你嘅風險轉嫁。屬兔嘅朋友啦，嚟到新一年啦，咁你今年咧亦都係犯太歲嘅生肖之一啊。而你所犯嘅太歲咧，咁就叫破太歲啊。破亦都係個破壞人緣、破壞人際關係嘅意思啊。咁所以同人相處方面咧，咁就真係要小心啊。如果唔係嘅話咧，就好容易有問題噶啦。不過咧，今年咧亦都係一個非常特別嘅年份啊，因為今年咧就見到天喜桃花星啊。天喜桃花星啦，對於兔仔兔女嚟講咧，簡直係一個不可得失嘅一年嚟嘅，因為今年咧就係你正桃花嘅年份啦，咁所以假設啦，我係單身嘅喎，咁今年咧亦都好容易遇到啲合適嘅對象噶。不過假設你結咗婚或者拍緊拖嘅朋友啦，咁你就要留意啦，因為今年唔單止見到有正桃花星啊，甚至乎我哋亦都見到有咸池桃花星啊。咸池桃花星咁就代表住霧水情緣嘅桃花星啊，好容易嚟一段感情走一段感情啊。咁所以結咗婚嘅朋友啦，同異性相處嘅時候咧，咁就真係要注意嗰個分寸啦。如果唔係咧，就好容易有啲三角關係噶啦。另外，亦都見到有天德吉星啦，同埋天月貴人星啊。咁呢2粒星咧，亦都代表住逢凶化吉嘅意思啊。再加埋啦，亦都見到有福星吉星啊，咁亦都代表住遇難成祥嘅喎。空星方面啦，咁就見到有披麻同埋卷舌啊，咁呢2粒星咧，亦都代表住啦，容易有一啲叫做口舌是非啦。咁披麻甚至乎咧，亦都係代表住啦，新一年家宅運麻麻地啊。咁喺度亦都建議啦，屬兔嘅朋友可以喺農曆嘅2月同埋農曆嘅8月主動去捐血洗牙，咁就可以化解到啲血光之災啦。平時亦都要做多啲善事，咁就自然令到你嘅運勢越嚟越好啦。屬鼠嘅朋友啦，嚟到馬年啦，咁你今年咧亦都係個犯太歲嘅生肖嚟嘅，而你所犯嘅太歲咧，咁就叫沖太歲啊，咁就係子午相沖嘅年份啦。咁沖太歲咧，咁就有好多唔同嘅變化，例如係感情啦、事業啦、住屋啦、健康啦、家庭方面咧，亦都會有唔同嘅變化嘅。咁所以喺度咧，亦都建議啦，屬鼠嘅朋友，你可以主動咧就做一啲嘅喜事嚟到應驗呢一啲嘅變化。今年啊，就係你哋嘅工作升遷年啦，咁所以工作表現方面咧，亦都相當地理
理想啊。喺度亦都建議啦，屬鼠嘅朋友咧可以將你嘅心機咧多啲放喺工作方面啦，咁你嘅工資就自然漲得快啦。不過好可惜啊，因為今年咧就吉星全無嘅一年啦，咁所以凡事咧只能夠靠自己啊。咁凶星方面啦，咁就見到有欄杆凶星啊，欄杆凶星咁就寓意住啦，做事方面好容易一波三折啊。咁正所謂啦，關關難過關關過啊。咁喺度亦都建議啦，屬鼠嘅朋友咧，凡事咧亦都要靠自己啊，因為人靠山山會倒啊，唯有靠自己最好啊。再加埋啦，就見到有大號凶星，大號凶星咁亦都代表住一粒大嘅破財星啊。咁所以屬鼠嘅朋友咧，喺一啲叫做理財啊、投資方面咧，咁就真係要諗清諗楚啊，就千祈唔好太貪心啊。如果唔係咧，就好容易錄得虧損噶啦。屬羊嘅朋友啦，嚟到馬年啦，咁你今年咧就係一個五味六合嘅生肖嚟嘅。正所謂啦，喺合太歲嘅年份咧，咁就好容易多咗人邀請同埋合作理財投資嘅。咁如果諗清諗楚嘅話咧，亦都不妨一試啊，睇下有冇機會咧可以獲得個意外之財啊。再加埋啦，今年亦都係你哋多勞多得嘅一年啦，只要有付出咧，咁就自然一定有所收穫啦。吉星方面，咁就見到有金魚吉星啊，金魚吉星啦，顧名思義啦，咁就代表住咧裝滿住錢嘅車啊。咁所以新一年咧，無論係正財運抑或偏財運咧，亦都係有機會咧獲得一個理想嘅回報嘅。另外啦，亦都見到有太陽吉星啊，太陽吉星咁就代表住男性嘅貴人星啊。所以假設屬羊嘅朋友，你從事嘅工作特別係同男性相關，例如係一啲嘅賽馬界啊、音響界啊、鐘錶界、男士服飾等等嘅話啦，咁新一年亦都好容易得到男性嘅貴人嘅提攜啊，從而令到你嘅運勢咧咁就越嚟越好啦。不過凶星方面咧，咁就見到板安啦，咁板安凶星咧亦都係一粒啦，容易變動啦，同埋對工作麻麻地嘅星嚟嘅。不過亦都唔需要太過擔心啊，因為始終今年都係合太歲嘅年份，凡事都能夠有貴人幫你逢凶化吉。屬雞嘅朋友，今年恭喜你啊！因為今年咧就係你哋貴人嘅年份嚟嘅，咁所以新一年咧亦都好容易得到一啲嘅貴人嘅提攜啦。再加埋啦，今年就見到有玉堂吉星，玉堂吉星啦，顧名思義啦，咁就代表住金玉滿堂嘅意思啊。咁所以新一年咧，無論係投資抑或係正財收入咧，亦都好容易收穫滿滿嘅意思啊。另外啦，亦都見到今年係紅鸞星動嘅一年啊，紅鸞星動咁就每12年一次嘅，咁所以屬雞嘅朋友啦，如果假設你本身已經有伴侶嘅話咧，亦都可以考慮喺今年馬年拉埋天窗嘅。另外啦，如果單身嘅朋友咧，咁亦都要擘大對眼睇清睇楚，睇下有冇合適嘅對象啊，從而咧就可以順利地脫單啦。另外啦，今年亦都見到有太陰吉星啊，太陰吉星咁就係女性嘅貴人星啊。所以假設屬雞嘅朋友，你從事嘅職業咧同一啲女性相關，例如係美容啊、化妝啊、珠寶首飾等等嘅話咧，咁新一年嘅運勢嚟講咧，亦都相當地唔錯嘅。不過啦，凶星方面咧就見到冠作同埋勾陳凶星啊，咁呢兩粒星咧亦都代表住拉拉扯扯啦，甚至乎一啲金錢苛索嘅問題啊。咁所以屬雞嘅朋友啦，記住啦，我哋留俾借荊州，一去冇回頭啊！千祈唔好隨便咧借錢俾人哋或者幫人做擔保啊，咁就自然可以避免到一啲不利嘅因素啦。屬猴嘅朋友啦，嚟到新一年啦，咁今年咧就係你哋貴人相助嘅年份嚟嘅，所以整體嘅運程嚟講咧，亦都相當地唔錯啊。最緊要啦，咁就脫離咗犯太歲嘅影響啊。咁吉星方面啦，咁今年咧就見到有文昌吉星啊，文昌吉星咁就特別有你一啲從事文職工作啦，或者仍然求學嘅朋友啊，因為咧今年亦都代表住啦思緒方面咧，亦都非常地清晰啊。同時亦都建議啦，屬猴嘅朋友可以主動進修同你工作相關嘅知識啊，自然令到你嘅運勢越嚟越好啦。另外，亦都見到有驛馬吉星，驛馬吉星，我哋最緊要4隻字，咁就動中生財嘅意思啊。只要走動得越多，你嘅運勢就會越嚟越好啊。咁記得啦，可以主動同你公司申請一啲叫做出差啦，或者可能咧去多啲旅行，就自然令到你嘅運勢有所提升啦。凶星方面啊，咁就見到有孤神星啊，正所謂男忌孤神，女忌寡宿啊。咁有孤神星出現嘅年份咧，亦都代表住啦，同伴侶或者同屋企人相處咧，亦都硬係覺得爭啲咁啊，內心咧亦都會比較空虛寂寞啦。咁所以亦都建議你哋啦，亦都可以主動進修一啲同你自己特別有興趣嘅興趣班啦，甚至乎咧亦都可以將你嘅專注力啦擺放喺工作方面咧，自然會令到你嘅心態咧就會有所提升噶啦。除此以外啦，亦都見到有鎖門凶星啊，鎖門凶星都係一粒咧對於家宅運比較不利嘅星嚟嘅。咁喺度亦都建議啦，屬猴嘅朋友平時記得要多啲做善事啊，從而就係令到你嘅運勢有所提高啦。
屬狗嘅朋友啦，嚟到馬年啦，咁你今年咧就係個人五出啦，三合嘅生肖嚟嘅，三合亦都有個穩定啦、和合嘅意思啊，咁所以亦都代表住啦新一年嘅運勢咧，亦都認真唔錯嘅。咁吉星方面啦，咁今年咧就見到三台吉星啊，三台吉星咁就代表住啦一級一級梯級進步嘅意思啊，亦都代表住好容易一個升職更新嘅機會啊，咁實在係可喜可賀啊！咁平時咧就記得要好地把握呢一樣嘢啦。另外啦，亦都見到有地解吉星啊，地解吉星亦都係代表住啦逢凶化吉嘅意思啊。當你遇到困難，自然有貴人幫你出面解決嘅。不過凶星方面啊，咁就見到有披頭凶星啊。咁呢粒凶星咧，亦都代表住啦家宅運麻麻地嘅意思啊。假設屬狗嘅朋友咧，屋企有長輩，特別係有啲長期病患嘅話咧，咁就要特別小心啊。萬一唔舒服嘅話咧，就記得要睇醫生，千祈唔好諱疾忌醫啊。同時啦，平時亦都可以做多啲嘅善事啦，嚟到提升到整體嘅家宅運啦，亦都可以主動為你嘅屋企更換家居或者進行啲小型嘅裝修，從而就可以令到你嘅運勢越嚟越好啦。屬豬嘅朋友啦，嚟到新一年啦，恭喜你啊！因為終於都脫離咗上年犯太歲嘅影響啊，嚟到新一年咧，整體嘅運程咧，亦都穩定和合咗唔少嘅。而今年咧，亦都見到有月德吉星高照啊，月德吉星亦都係粒逢凶化吉、遇難呈祥嘅吉星啊，所以整體嚟講咧，亦都相當地唔錯啊。同一時間啦，今年亦都係你哋嘅工作升遷年啊，記得要俾啲心機工作啊，自然有機會可以爭取個升職加人工嘅機會啊。不過凶星方面亦都比較麻煩啲。因為今年咧就見到有一個死符凶星啦、劫煞凶星啦，咁呢兩粒凶星咧，亦都係對於家宅運麻麻地嘅意思啊。咁所以喺度亦都建議啦，屬豬嘅朋友咧，亦都不妨為你屋企咧添置一啲新嘅家具啦，甚至乎咧平時每逢初一啦或者15啦，亦都可以如數啊，增添自身嘅福報啊，從而令到你嘅運勢越嚟越好啦。不過財星方面咧，就見到有一個小號凶星啊，小號凶星亦都係粒小嘅破財星嚟嘅。咁所以屬豬嘅朋友咧，亦都可以主動破歡喜財，買一啲自己中意嘅物品，咁就自然皆大歡喜啦。屬蛇嘅朋友啦，嚟到馬年啦，咁你今年咧終於都脫離咗上年犯太歲嘅影響啊，而今年咧亦都係同太歲無衝無合嘅，再加埋啦，今年咧亦都係你哋嘅思想拓展年啊，咁就代表住啦新一年特別有利進修啦，或者可能係學習一啲新嘅知識啊，咁亦都建議啦屬蛇嘅朋友，假設你話我想進修一下，或者想參加啲業內嘅講座咧，亦都建議你多啲去啊，因為始終咧增進自己知識咧，你嘅運勢咧就會越嚟越好啦。吉星方面啦，咁就見到一個6分吉星啊，六分吉星咁亦都代表住朝廷俸祿嘅意思啦。咁所以新一年咧，亦都好容易升職加人工啊。整體嘅運勢嚟講咧，亦都相當地唔錯啊。不過凶星方面咧，咁就見到有亡神凶星同埋一個病符凶星啊。病符凶星啦，咁就代表住啦屬蛇嘅朋友，新一年咧好容易咧有啲小病小恙啊。咁平時咧記得最緊要咧就早睡早起啊，同埋3餐要定時啊。咁如果有需要嘅話咧，亦都可以服用一啲適當嘅維他命 C 嘅。咁至於亡神凶星啦，咁就代表住啦間唔中有少少大頭蝦唔記得咗嘢嘅意思啊。特別係去旅行嘅時候咧，咁就要睇清睇楚一啲嘅電話銀包係唔係更新啦。屬龍嘅朋友啦，嚟到新一年啦，咁今年咧亦都係你哋多勞多得嘅年份嚟嘅，再加埋啦，今年咧亦都見到有8座吉星啦，同埋天界吉星啦，咁呢2粒吉星咧，亦都係代表住啦逢凶化吉啦，同埋貴人相助嘅意思啊。特別係8座吉星啊，亦都係代表咧對你嘅事業運咧有一個明顯嘅正面幫助嘅，咁所以記得就要好地把握時機啦。另外啦，凶星方面咧，咁就見到有寡宿凶星啊。正所謂男忌孤神，女忌寡宿啊，寡宿凶星咧，咁就係一粒啦，對於感情咧就比較不利嘅星嚟嘅。成日都覺得有伴侶等於冇伴侶啊，同伴侶相處嘅時候咧，成日都出現牛頭唔搭馬嘴嘅情況啊。建議你哋不如放鬆心情，主動同你嘅伴侶講清講楚內心諗緊嘅諗法，咁就自然會好啲噶啦。另外凶星方面啦，亦都見到有血印凶星啦，血印凶星亦都係一粒咧，對於家宅運甚至乎健康運麻麻地嘅星嚟嘅。咁所以新一年咧就唔建議你參與任何高危險性嘅活動啊，例如係一啲叫做過山車啊、機動遊戲啊、滑雪啊、滑水啊、跳水啊，呢一啲咧亦都可免則免啊。同一時間啦，亦都見到浮沉凶星啊，浮沉凶星咁就代表住一粒好容易犯水險嘅星嚟嘅。正所謂啦，欺山莫欺水啊，咁所以屬龍嘅朋友咧就真係要注意一下啦。
屬虎嘅朋友啦，嚟到馬年啦，咁你今年咧就係個壬午戌三合嘅太歲嚟嘅喎，咁所以亦都代表住啦，同太歲非常地友好啊，所以新一年咧亦都會多咗好多朋友幫你嘅意思啊。另外啦，今年亦都係你哋嘅財運年啊，咁就代表住啦，無論係正財抑或偏財運咧，亦都會比其他生肖理想嘅喎。咁所以今年咧簡直係機不可失嘅一年啦，記得啦就好地把握良機啊。不過好可惜啊，因為今年咧就吉星欠奉啊，咁所以凡事咧亦都需要自己努力多少少嘅。咁空星方面啊，咁就見到有個子背啦、飛廉啦同埋大煞空星啊。子背空星咁就代表住啦人督你背脊嘅意思啊。不過亦都唔需要太過擔心嘅。乜嘢為之小人啊？小人永遠都係不如你嘅人啊，因為叻過你嘅人咧就唔會做你嘅小人啦，所以亦都唔需要放喺心上面嘅。大煞同埋飛廉亦都係一粒啦，對於家宅運麻麻地嘅星嚟嘅。咁所以亦都建議啦，屬虎嘅朋友千祈唔好參與啲高危險性嘅活動啊，例如笨豬跳啊，甚至乎一啲嘅滑水、跳水啊、跳降落傘啊，呢一啲咧亦都要可免則免啦，咁就自然可以萬事大吉啦。